种的美美的，连那个容器都有五颜六色，这样美美的，好聪明啊，好有创意啊！这个更有创意，你看，玫瑰培植在那个茎部环切，然后用香蕉皮新切下来香蕉皮，把它包住那个环切的地方。环切好像要1公分哦，你看包住那个环切的伤口那个地方，然后再用那个保特瓶底下有挖洞的，然后锯开的套进去，然后装的土上面再加一个盖子，再用那个袋子，用那个紧缩带那个把它固定好。久了以后竟然人家长根了，久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剪下来。剪下来的，然后拆开，里面都有根了，透明的看到根了。你看，剪下来的嘛。过了多久看到有根长好了，就可以把它剪下来，再把那个保特瓶拆开，放到盆子里面移植。